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12日，咱要做伙来读诗篇第一篇。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行罪人的路，无坐亵渎者的位，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，暝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。这款人真有福气，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叶嘛袂焦去。伊所做的一切拢兴旺，歹人就毋是安尼。伊会亲像粗糠，予风吹散去。所以审判的时，歹人伫上帝面前徛袂牢；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。因为义人的道路，上主在看顾。歹人只有灭无这条路。诗篇第一篇，互咱清楚，咱的人生有2条路通选择：一条行伫主的路，一条是行伫灭无的路。一条是要得到丰盛的稳定甲活命，就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叶嘛袂枯干。咱若选择对的路，咱就要一切来兴旺。总是歹人的路是灭无，亲像粗气，予风吹散去。求主帮咱，互咱每一天拢会通行伫主所欢喜的路，互咱会通得到伊所赏赐永远的福分。愿主会听，家己撒家己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